南灣首個華發新一代好房子，買華發天使選對人生首套房。屋苑自帶室內外恆溫泳池、無邊際泳池、健身房、私宴廳，滿滿嘅奢侈回家感。LDKG 融合式嘅設計，直面我哋珠海黑白面將軍山嘅一線山景，非常之舒服。而且我哋交付標準裏邊咧，仲帶埋我哋方太嘅一個洗碗機，一個半開放式嘅推拉窗設計，亦都係非常之絲滑嘅。我哋入門口呢邊睇起入戶門嘅呢個交付標準咧，亦都係相當之高嘅。我哋每一戶咧都有自己獨立嘅連廊大明窗嘅，每一戶都做到互不干擾。華為嘅智能家居系統非常之到位。我哋第一間房咧可以作為兒童房嚟使用，尺寸亦都非常之 OK， 做咗個回客嘅營銷嚟展示。我哋再嚟呢邊睇睇，呢一個咧係一個贈送面積嚟嘅，奧建嘅話係陽台啊，呢一度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士多房或者雜物房嚟使用嘅。再嚟到呢邊可以作為我哋嘅長輩房嚟使用，亦都係直面我哋黑白面將軍山嘅一線山景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山邊嘅落床位咧，再嚟呢邊係個公位。再到裏邊99方咧，最驚豔俾到我嘅就係呢一個主人房，270度嘅景觀標窗，可以講喺成個珠海嚟講，只有現時大4個住宅可以做得到，非常之舒服，非常之大嘅見光面。山邊嘅落床位，兩邊床頭櫃仲有獨立嘅衣帽間，99方就可以俾到你極次奢華嘅享受。套間嘅衛生間咧，裝標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下方留言俾多資料你。